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！真欢喜，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甲正手边、倒手边，安尼甲伊祝福讲，祝福你成做一个阿罗上帝的人。今仔日我要继续用阿罗赢过困苦心中的喜乐唱出来，来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。亲爱兄弟，你敢捌受教过讲，咱伫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？差不多除了牧师的讲道以外，上要紧的就是唱诗歌，3条，有当时只有4条，而且咱家己唱无够呀，爱搁请圣歌队带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是安怎一场礼拜中间，差不多1/3的时间，咱拢咧唱歌阿罗上帝，可见吟诗阿罗上帝这项代志，对信徒来讲是要紧的事。毋望咱会通成做一个。不但一生敬拜上帝，特别伫生活中间嘛敬拜上帝的人，安尼好无？今仔日所读的诗歌，咱所读的诗篇，是秘伫崩坑内面的人的诗歌来学到上帝。咱今仔日无崩坑通秘，但是咱拄着艰苦的时阵，可能会秘伫啥物？秘伫被内底咧唱。所以今仔日的诗歌。是秘伫崩坑大笔所咧吟的诗歌，伊安怎伫崩坑中间来学罗上帝，真无简单。咱来看，伊一开始就是讲，甲上帝求讲，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可怜我，为我的心倚靠你，我要倚靠伫你十股的下面，等甲灾祸过去。我要求至悬的上帝，就是为着我。逐项的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，真简单的一句，伫遮咧至少咧讲去讲，外面的对杀伊的声真大声，外面的人拢咧要准备要来杀死大笔，要来掠大笔。伊秘伫崩坑内面、山洞内面，伊秘伫遐咧求上帝。外面的声真大，拢要来甲杀，要甲掠。但是，迄个外面的声，无赢过伊内心求上帝的声。咱大多数外面的声恐吓咱的声，对咱不利的声，遐尼大的时阵，大概迄个声差不多拢甲咱砍去啊。迄个时阵，咱大概真少会通过去受到上帝啊。但是大笔伟大的所在，信仰互咱值得学习的所在，就是遮外面的声搁较大声，伊照常秘伫崩坑内面，无赢过心内的声，伫遐来求上帝，而且伊伫遮继续宣告讲，逐项的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。伊深信伫即个时刻。就算讲即个足危急的时阵，上帝照常会甲我逐项事来替我来成就，所以我要稳藏伫你的十股下面，直到这个代志过去为止。代表互咱真学习的信仰，就是面对着外在偌尼大的危机，也是偌尼大的风影，伊照常有法度秘伫上帝的。十股下面，伫遐安稳来经过。不但是安尼，人要甲抬，而且伊阁遭受到人阁甲伊骂。所以咱来看第3节，伫遮安尼讲。伊讲遐要吞我的人，阁礼骂我的人的时阵，上帝对天顶施恩来拯救我，也要向我发出慈爱甲诚实。我的性命伫狮仔的喙中，因。我倒伫敢若亲像凶恶的人世间人中间，因的喙敢若亲像枪，敢若亲像箭，敢若亲像来的刀。因所讲的话，逐句拢咧刺插着我的心。亲爱兄弟，你捌互人的话攻击啊？敢若伊所讲的话，逐句话拢亲像刀箭，咧甲你杀你的心。你捌经过讲，人一直甲你攻击，一直甲你骂。滴到伊的心，敢若一直去用挂共款，但是伊伫遮继续伫遐咧讲上帝啊，
你是主爱搁诚实的，就算讲是安尼，上帝你嘛是主爱搁诚实，伊求上帝来怜悯伊，来怜悯伊。伊继续搁讲落去，讲咱受到这多攻击的时阵，在座兄弟，可能你无受到亲像大比遐尼大的攻击，生甲死的攻击，无遭受到人一直甲你骂的攻击。但是，就算讲咱伫平常的时阵，咱有可能，咱嘛会失去平安、喜乐、甲毋望。我讲一解，可能你无遭受到亲像大比同款的攻击。外在的攻击，或者是人甲你骂甲你心足痛。咱就算讲无这个攻击，咱嘛伫平常时阵失去了平安、喜乐以及毋望，因为亲爱兄弟，咱的生命就算讲什么代志拢无发生。但是嘛，有可能会变质，好亲像一块猪肉，你甲伊放入冰箱，就算讲你伫遐冷冻，你用上介好的冰箱甲伊冷冻起来，亲爱兄弟，这块猪肉到落尾会歹无？你可能放一工阁好看袂出来，放5工无迄块肉，你甲伊放1年会歹袂？可能阁袂足歹，因为你放伫足好的冷冻库内面。但是你放1年，你放2年，继续冰伫遐，亲爱兄弟，搁较落尾，这块肉嘛是会烂去，嘛是会变质，因为罪的原因。咱的信仰就算讲无代无志，无甚物款的风波，咱的信仰若放伫遐，照常会变质。16世纪宗教改革家罗德马丁，伊就讲一句话，伊伫遮安尼讲：，就算讲上界圣洁的人，伊的肉体嘛存在着撒旦的邪恶，只不过圣洁的人选择无去尊探伊尔。伊这句话讲了真真实。搁较圣洁的圣徒。伊的内心嘛有迄个罪恶伫遮，但是圣徒甲咱无相像的，是遐一般的人就顺探迄个罪恶去啊。但是圣徒伫内面嘛是有罪，嘛是有罪恶，只不过伊无去顺探伊尔。可见，就算讲咱无拄着外口的攻击，无拄着苦难，咱嘛照常咱的信仰嘛是同款的变质，所以。咱就需要学习用学乐，用学乐成做咱的武器，来赢过这一切，不管是困苦，或者是咱信仰的变质。要咱的信仰无要变质，就是你都要不断去对抗伫咱内面遐歹，通下无互伊继续伫咱的心中来变质。学乐上帝是一个真好的方式。迄种的学乐，不但是伫礼拜中来学乐，搁较要紧的，就是你的生活中都要开始学乐上帝。虽然佫一摆甲正手边、倒手边咧，安尼甲伊讲，愿你伫生活中间嘛学乐上帝。亲爱兄弟，真正的，咱伫教会礼拜咧学乐上帝，是毋望你会通带转去你的生活中间去学乐上帝。通互你的生活中间常常充满着学乐。今仔日伊伫遐学乐的时阵，当咱学乐的时阵，咱就是将上帝的作为伫咱身上所做一切，对伊的尊敬、感谢甲荣耀，尊敬、感谢甲荣耀，对咱的嘴中来讲出来。我感觉有一个定义讲了真好。当咱那样学乐的时阵，迄款的心智，学乐上帝是甲伊保持亲密关系的自然的表达，流露咱对伊的疼、信靠、尊叹伊、凡事感谢的旨意。学乐上帝是甲伊保持亲密关系真自然的表达，流露咱对伊的疼。
信靠伊尊叹凡事感谢的旨，这就是伫生活中间常常来对伊来表达尊敬、感谢、甲荣耀的时阵，咱甲上帝就常常保持美好的关系。上帝嘛爱咱安尼做。代代精神科的医生林信兰医师伊安尼讲，伊讲忧郁症的人啊，伊拢真倾向于认为伊的困境永远拢袂改变，嘛容易看家己袂起自贬，认为家己拢毋对，一无是处。但是阿罗上帝会互咱改变。咱看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看伫遮的圣经，伊伫遮咧阿罗上帝。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伫遮咧阿罗上帝。所以伊甲上帝阿罗讲：上帝啊，愿你的荣耀较悬过遮的天。第六节伫遮咧讲：因伫我的骹设罗网，压制我的心；因伫我的面前乌坑，反倒转家己落伫内面。所以伫遮，伊甲上帝学了，甲上帝宣告讲：虽然伫困难的中间，我照常要来学了上帝。大必真清知一项代志，伫即个真困难的中间，透过学了，会通改换伊的心思意念。伊秘伫崩坑内面，外面的人要甲伊追杀，真侪人要甲伊攻击的时阵，伊知影一个奥妙。就是我若透过学了，会改变我的心智，互我脱离伫忧郁的中间，互我无陷落伫敌人的陷阱的中间。所以学了上帝，真做伊一个真大的溃烂。这是安怎伫诗篇大笔遐尼侪学了上帝，每一摆伊学了的时阵，伊就开始改换伊的心智。这是为什么咱嘛需要对大笔来去学习学了上帝。前几日，当我咧上文道训练的课程的时阵，我就问学生一个问题：亲爱兄弟，我嘛问你这个问题。咱未免拢会伫生活中间拄着困难的事，困难的时阵，或者是拄着人骂，请问，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你是爱忍耐，或者是爱忍受？我阁问一遍吼。拄着这个不管是无公义、困难的事的时阵，你是爱忍耐，或者是爱忍受？忍受甲忍耐有啥物无相像？忍耐跟忍受有没有不一样？完全无同。请你爱记得，基督徒毋是忍受，基督徒是爱忍耐。但是忍受甲忍耐有啥物无相像？迄个学生讲了，我就甲伊整理起来。我讲忍耐甲忍受无同，忍耐甲忍受是无同。基督徒爱忍耐，但是咱毋是忍受，这两个真大的无同。我家己甲伊整理起来。忍受是你一直留伫受苦的中间，这叫做忍受。迄个苦拢未过去，这是忍受。忍耐是安那？你知影忍耐受苦了，你会受提升，这是忍耐。忍受是继续受苦，但是忍耐你知影，迄是暂时的受苦。各位兄弟，基督徒会暂时受苦袂？一定会啊！但是你知影，迄是暂时的。忍受，你会埋怨受苦，因为你伫迄个中间无法度得到解脱，你就伫遐埋怨啊！你敢若无法度脱离迄个苦难，你就伫遐忍受。但是忍耐，你袂埋怨，你反倒转会肯定即个受苦，你知影会过去。忍受是受苦中间完全无出路、无希望。所以我拄仔讲过，迄林信兰医师伊就讲，伊讲遐忧郁症的人，伊拢感觉我头前无希望啊，伊就一直陷落无希望。这是忍受，总是基督徒拄着这个代志，伊头前会有希望。忍受是被动伫遐咧受苦，忍耐伊知影有时咱会主动受苦。忍受伊一直感觉是撒旦的攻击，
但是忍耐的人，伊知影有时迄是上帝互咱的磨练，迄是上帝对咱的计划。摩西，伊嘛捌伫旷野，所有信仰的伟人，拢经过忍耐的阶段，因为上帝对伊有计划，拢爱甲伊磨练。磨练的过程中间，拢爱忍耐。因袂感觉因是忍受，伊感觉迄是一个过程。最后忍受是敢若咧受苦，咧甲我刑罚，但是忍耐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。所以亲爱兄弟，你即摆咧受苦的时阵，我请问你，你即摆是咧忍受还是咧忍耐？即使你若是伫咧忍受的时阵，学了上帝，学了上帝，就是将忍受变做忍耐。可能你的苦也未过去，你的苦也未过去，也未完全过去。总是只要你毋是咧忍受你的忍耐，你所受的苦变做就有意义啊！对咱就是得到利益啊！这就是忍耐甲忍受无相像的所在。大卫伫伊的诗篇的中间学了上帝，伊不但学了上帝，伊阁叫家己爱唱歌，伊阁毋是干那嘴讲，叫家己爱唱歌。所以讲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坚定，我要唱歌，我要学了。这就是我讲的，你都爱伫你的家庭的中间，伫你的生活中间爱唱歌学了上帝。阿门。你感觉你唱歌足歹听的人，请举手。不要紧，就是唱歌歹听，爱继续唱。唱歌学了上帝，好歹听无要紧，最要紧是你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唱甲互你对忍受变做忍耐。这就帮助你转化掉咱所面对的艰苦。你真少看到一个忧情的人，也是真烦恼的人会唱歌。啊，若无伊，就是去卡拉 OK 唱歌，愈唱愈烦恼，因为遐内面的歌，拢是互你哪来哪忧愁的歌。你若唱诗歌，上帝就会改变你的心境，而且虽然环境还未改变，咱的心境已经改变啦。你看到民数记对头到尾，以色列人拢埋怨，拢埋怨，一直埋怨，但是一直到因到利顺的旷野。因既然伫遐开始学了上帝啊，因伫遐开始学了上帝，迄是你看民数记头一届，因拄着困难的时阵无埋怨上帝，但是啥怎因无埋怨上帝？因为迄个时阵差不多伫出埃及了第38年、39年左右啊，顶一代人拢死了啊，迄个会埋怨的迄代拢死了啊。到新的一代的时阵，因面对着困难，因改变甲顶一代无同，因开始唱歌学了上帝，因安怎唱歌？伊讲井啊，呛水出来啊！恁都爱对这个井来唱歌，对迄个井来唱歌，水都呛出来啊！迄个新的一代完全无相像，同款的困难，顶一代埋怨上帝，新的一代用唱歌来学了上帝。你若继续看民数记，对这个时阵以后，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，你无看见着因阁埋怨上帝啊！你亲爱兄弟，你是顶一代，还是新的一代？新的一代用学了来改变这个环境。所以一个足出名伫荒漠甘泉，这个考门夫人。足出名的灵修，逐日灵修的这个荒漠甘泉，这个考门夫人伊就安尼讲，伊讲学了，互咱得到水泉；埋怨，互咱地到心破。学了得到水泉，埋怨地到心破。亲爱兄弟，大卫伫遮讲，我的心都要坚定，我的心都要坚定，伫迄个。比伫崩坑内面，伊甲家己的心讲：我都爱坚定，我都爱坚定，我都爱唱歌，我都爱学了上帝。在座兄弟，人工你转去了，若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就甲家己话讲：我都爱唱歌，我都爱学了，安尼好无？甲学了上帝是你的责任嘛？
你爱逼家己爱学，你咧上界困难的时阵，人拢会埋怨的时阵，你爱逼你家己爱学罗上帝，安尼好无？安尼有啥物利益？我甲你讲，我去马街病院，遐看医生摕药啊。马街病院看医生摕药啊，你上讨厌是啥物代志？安怎？排队等足久诶，大概摕药啊吼，尤其下晡迄个上侪人时咯，拢爱几百号。吼，迄工个吼，安尼要落雨，哪毋落雨，足压杂诶，啊，搁伫遐搁排，啊，搁人十通通，规厅人。亲爱兄姐，迄个时阵吼，我伫咧想讲道片。今仔日即礼拜要讲，毋知要讲啥，准备咧想诶时阵，咧想到学了这样代志，我都问我家己诶心讲，奇怪，即个时阵我敢学了会出来啊？即个时阵十通通诶人，等几百号，敢阁学了会出来？亲爱兄姐，我伫遐看马街看10多年啊，从来没有赞美过。无骂就袂歹啊！你有阿面无？即种代志毋免阿面。但是我迄个时阵突然有一个意念，好，我来学罗上帝。啊，要学罗啥？亲爱兄姐，我问你，你要学罗啥？对，我就开始整理。头一项，阁有病院通去；第二项，阁有医生、阁护士甲我照顾。第三项，我阁有健保，阁有打折，袂歹。阁感谢学罗上帝，至少阁有冷气通吹。第五，阁有药剂师，我头一个看药剂师，大家咧真无用咧包药啊，咧分配药啊。感谢上帝，阁有药剂师。即摆药剂师人愈来愈少，加在因也阁有药剂师甲咱分配药啊。第六，趁机会通观察足侪人诶，也阁有。第七，哎哟，一看的时阵，阁有人病了比我较重，我无伫遐感谢上帝啦，啊，感谢上帝，至少咱无上帝保守咱的身体，无较遐严重。第八，伫遐阁看，阁有一个妈妈，阁带囡仔，囡仔伫遐妈妈好，哎哟，咱至少1个人尔，咱至少无甲遐尼艰苦啊。第九，阁有人阁无病院通看咧。第10，阁有位通坐啊，阁有哦。第11，病院至少离大个所在无遐远。第12，感谢我头一摆感谢马街牧师啊，设立病院，互咱今仔日有马街病院通伫遐甲咱看。第13，今仔日指数也袂歹，除了血糖较悬，三酸甘油酯较悬。胆固醇较悬，所以较等咧会当去宁夏夜市食卤味、买豆花。在座兄弟，当咱开始安尼想的时阵，心情会变好袂？变足好诶，因为较等要去买豆花啊。在座兄弟，我伫遐看病10多年，我从来没有感谢马街牧师诶。迄天我真正对上帝感谢马街牧师，感谢马街病院。你捌感谢过马街病院无？捌的人请举手。敢有影？啊，你哪能感谢？哈？差不多甲我同款，啊，你足敖的。亲爱兄弟，当你若开始去学到上帝、感谢上帝啊，伫遐我真正一项一项安尼甲感谢的时阵，心境完全改变。所以我是安怎讲？你都爱伫生活中间去学到上帝啊。在座兄弟，牧师今仔日互你一个功课，转去了后去看病，就开始学到感谢上帝，安尼好无？看到医生就爱感谢，经过马街病院就爱感谢，安尼好无？感谢毋是伫礼拜堂，学了嘛毋是伫敬拜上帝的时刻，乃是将礼拜的敬拜、学了感谢。带转去你的厝，带转去咱的生活的中间，迄是真实的感谢。而且，亲爱兄弟，你毋免学到上帝甲大笔同款，讲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石盘，我要秘伫你的石鼓下面。
唔免啦，因为恁兜也无石盘啊，恁兜也无大粒石头啊，恁兜嘛无崩空啊，你要感谢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就是我的冷气机，互我真凉爽。上帝啊，你就敢若阮兜的沙发共款，通互我通安息。上帝，你敢若阮兜的眠床共款，互我通倒伫遐安息伫你的所在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就是咱懊恼的所在。大卫伫遮讲，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中间来称谢你，伫列邦的中间懊恼你，因为你的慈爱较悬遮的天，你的诚实到强冲。上帝啊，愿你较悬过遮的天，你的荣耀较悬过遮的全地。伊伫遮哪祈祷，哪懊恼，哪有困难。所以咱都爱伫平常时阵，就养成属灵的习惯。大卫伫遮讲，我的灵啊，你着醒；琴啊、瑟啊，你着爱醒。我家己嘛要极早醒起来。林信兰医师伫伊的册《精神科大精神科医师》，伊伫遮安尼讲，伊讲信仰是毋是真做你的困难？伊伫遮讲无讲你去做礼拜。乃是在伫啥呢？平常时你是毋是有练习用信仰来对付？阿别即句话讲了最好诶。你若普通时袂晓懊恼上帝，袂晓吟诗，袂晓感谢，在座兄弟，伫咱困难的时阵，信仰袂真做你的困难啊！伊迄无真做你的习惯甲反应。面对着忧郁的代志、困难的事、烦恼的事的时阵，只有咱普通时就操练懊恼上帝，信仰才会真做咱的力量甲困难。真正鼓励你转去了后，今仔日做一个决志，今仔转去做一个决志。你伫生活中面对着任何的，互你袂爽快、种种这事的时阵，你来操练，亲像牧师的操练共款，你来练习懊恼，安尼好无？来懊恼上帝，试看卖，看你会改变无？也真做你普通时，你就有即款的武器，通互你面对着危难的时阵，你有气力甲力量。伫咱的教会，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伫遮安尼讲，伊讲了足好诶，即句话讲了足好诶。伊讲感谢甲咒诅的话，拢对共一个喙出来，兄弟姊妹啊，安尼是无应该啦。你袂使讲一方面懊恼上帝，一方面喙阁去骂人，敢若共一个水泉内面称酒，水泉出一个咸水，还阁出甜水，哪有可能？对共一个泉源，咸会称出甜的吗？咸的水源嘛袂称出甜的水啊。所以你讲起，咱共一支喙，毋通有咸水阁甜水，毋通有懊恼上帝阁咒诅别人。都爱互咱拢唱出懊恼甲感谢的话。有一个姊妹伫即礼拜聚会分享一项代志，因为我知影即个姊妹洗礼差不多1年尔，较无甲1年。伊的丈夫啊，常常禁止伊来教会。洗礼了，伊的丈夫常常甲禁止，而且常常甲伊讲：啊，你若常常去教会，拜五啊去，礼拜六去，敢讲着要遐常常去教会。啊！你常去教会创啥？而且哦，迄也未信主的人，对迄个另外一半常去教会，拢上爱讲一句话，倒一句话你敢知？啊，无规气你住喺教会好啊！因拢最爱讲一句话，伊就真苦恼。伊阁最爱来教会，毋知影要怎应，我就甲伊教。姊妹啊，你着转去甲你先生讲，你爱甲伊讲，讲我来教会，你敢无我？感觉我来教会了，我的脾气变足好诶。古早转去拢甲囡仔冤家，你看我即摆拢袂冤家啊，都是因为我来教会变好诶啊。而且吼，我来教会了，我拢替你祝福祈祷呢。你都爱互我较常来教会。但是伊的先生照常无爱互伊来教会，常常甲念，伊互伊真受苦，就是因为初信诶嘛。先生还阁无信主，真受苦。结果即礼拜。完全的改变，因为有一天，伊的先生买一粒往来转来，
转来了，伊食一喙，突然甲伊的先生讲一句话：“哎呦，你买的凤梨怎么这么甜啊？”伊讲敢若讲即句了，我讲啊无古早你安怎讲？伊讲古早我绝对袂学了。我敢若甲伊讲，食着酸的，敢若甲伊讲一句话，讲啊，我们把它打成果汁好了。但是伊敢若讲迄句话了，安尼表示伊过去拢毋捌讲学了的话，过去拢毋捌讲学了的话，拢是嫌的话会讲尔。好的代志拢无要讲，歹的代志才会晓嫌。但是伊信主了后，亲爱兄弟，伊的心改变啊，伊的喙就沁出甜的水泉出来。人的心若改变，伊的喙就会沁出甜的水泉。人的心若是咸的，伊沁出来水泉嘛是咸的。迄天伊讲了后，伊的先生既然伫即礼拜拜五甲伊做伙食饭，而且食饭了后，佫甲伊问讲：啊，你毋是要教会啊？不但无甲伊主动，佫足欢喜来教会。敢若只不过伊讲一句：啊，你买往来太遐甜啊！简单一句学了，改变了家庭的气氛，彼此的关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你有需要学了，你有需要学习学了无？足好用的。愿上帝帮助咱转去了后，这礼拜来学习讲学了的话，特别伫你感觉困难的时阵，学牧师伫马街病院来试看卖，迄就是上帝予咱的磨练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帮助阮伫未来这礼拜，阮决心要来学习讲学了甲感谢的话，特别伫阮感觉心肝头艰苦的时阵，无方便的时阵，困扰的时阵，忧闷的时阵，圣神啊，你着帮助兄弟提醒因来讲学了佮感谢的话。因为当阮咧宣告的时阵，我是宣告阮所发生的代志，上帝你咧掌管。当阮咧学了的时阵，阮是宣告上帝你只不过是互阮暂时拄着困难。阮嘛是咧宣告，阮所拄着的困难，要成就上帝极大的祝福。求你提醒、感动阮的兄弟。伫生活中间就来学了上帝，靠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